麻煩辛苦你為大家分享，係啦。喂，大家好啊！想問下大家知唔知出年係咩年啊？馬年啦，咁大家都有留意啦，赤馬紅羊，哇，好似好驚咁樣喎！大家驚唔驚？我覺得大家都開始 feel 到啦，因為咧啱啱踏入咗1月份咧，其實咧雖然正式立春咧就2月4號凌晨4點04分啦，但係咧1月1號之後咧，我估大家在座各位咧已經開始 feel 到唔係喎，好似今年啲嘢好似特別棘咁樣喎，有冇咁嘅感覺咧？嗱，其實好簡單嘅嗱，頭先我問咗其他啲會友啦，究竟我上台嗰有啲咩題目想特別知多啲咧？第一點樣可以生意好啲啦？第二點樣可以增強個運氣啦？嗱咁啊簡單地啦，每年咧大家都一定成日掛喺口，我有冇犯太歲啊？要唔要拜太歲嗰啲啊？嗱，先唔好講住要唔要拜先，太歲呢個位咧係全年咧最大嗰個頭啊！嗱，正所謂啦。入廟拜神就入屋叫人啊嘛！你全年最大嗰個神就好似你去見老闆咁樣，點都同佢打聲招呼啊嘛！咁啊，點樣同太歲打聲招呼咧？每個人屋企咧都有個叫太歲位喎。今年個太歲位喺邊咧？首先就係正南方，其次咧就係東南方。嗱，記住，正南方同埋東南方咧 ，at least 要執乾淨企理佢啦。正所謂啦，太歲咧就係當時得令的王者啊嘛，你唔會咧喺嗰啲位置咧佈滿雜物嘅喎，佢想俾好嘢俾你咧都唔敢俾啦。嗱，呢個第一個錦囊俾大家啦。第二個錦囊就係咧，想唔想財神入你間屋啊？嗱，財神爺咧就好貼地嘅，正所謂財不入污門，全句説話就係財神爺唔入污糟的門口喎。佢真係財神爺咧，原來喺個門口咁樣入嚟喎。當佢去到你門口嘅時候咧，佢首先會用透視眼望下每間人個門口咧，邊個會乾淨企理啲，佢就會入邊間㗎啦。所以如果你見到隔離嗰間屋好亂咧，你暗自歡喜，即係佢會選擇入嚟啦。但係如果你間屋仲亂咧，咁就大鑊啦，佢可能掉頭走添。所以呢時咧，你門口入去嗰個位我係叫玄關位啦，你要 keep 乾淨企理啦。啲鞋可能吹乾咗之後就要擺翻落鞋櫃啦，同埋記住就係 keep 翻叫做咧夠光亮啊！財神爺咧係好中意咧夠光嘅地方㗎。嗱呢件事咧放之四海而皆準嘅喎，屋企可以咁啦，你公司可以咁啦，甚至乎你地盤個 depot 嗰個臨時辦公室都可以嘅喎。哇唔係喎，文師傅地盤辦公室好鬼亂嘅喎，你起碼入門口嗰個玄關位咧唔好咁亂，你裏邊幾亂就另一件事啦。起碼財神爺入咗嚟先啦，係咪先？咁另外啦，地盤嘅正南方啦，同埋東南方咧，都一樣要執乾淨企理佢嘅。咁啊，另一樣嘢啦，就講下啦，出年嗰個財星咧係比較我叫受困啊。如果你識九宮格咧，而家正值係下元九運啦，九就係當時得令的財星，就喺呢個東南方嘅，所以要執乾淨企理佢啦。第二個財星咧就係一仔叫未來財星，就喺中宮位。咁中宮位咧就叫受八方困鬼住咗啊。咁簡單地啦，中間位好多人啲屋咧，中間通常都係啲走廊位啊。記住，走廊唔好擺咁多混亂嘅嘢啦。我知大家都會覺得哇唔係喎，咁你真係成日叫我執屋。嗱，其實係㗎，風水啊嘛。風嘅流動咧就為之好風水啊嘛，你太多雜物咧，其實流動唔到咧，其實會窒礙咗你個運程嘅。咁簡單地啦，你執乾淨中間位，然之後擺把風扇喺嗰度吹下咧，亦都可以增長大家個財運㗎。好，以下咧就講下嗰個流年先啦。嗱，出年咧就我有5大生肖咧就叫犯太歲，但係其實唔使好驚嘅，我覺得最驚咧其實係屬老鼠。嗱，有冇屬老鼠嘅人啊？可以唔舉手嘅。嗱，屬老鼠嘅人咧，出年就叫做沖太歲。逢親沖太歲咧，一定伴隨住手術血光啦，半屋半床搬寫字樓啦，大拗撬大爭啲。咁啊，如果假設係夏天出世的話咧，直頭有陣時可能有啲失實欺騙隱瞞出賣，大拗撬大爭端，甚至乎處理得唔好咧，有機會係手術血光之數喎。我係咪咁嚇人啊？咁首先咧，嗱，第一，屬老鼠嘅朋友咧，屋企嘅正北方咧，一定要執乾淨企理佢啦。第二，我係叫做咧，捐血可以幫到你，橫掂都有手術血光落，不如你主動應咗佢啦。雖然有陣時你哋做工程唔覺意都會整親啲手腳啦，但係我覺得捐血幾好㗎。
紅十字會講噶嘛，捐一包血夠幾多個人啊？係啦，冇錯，3個人啊嘛，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啊嘛。咁你一次過做咗3個7級浮屠喎，仲可以鼓勵下你啲同事啊、會友啊一齊去捐血，咁咪可以增大個功德咯。